连续下了几天大雨，不少洛神被打得倒伏，要走进田里，步步惊心。几个人正忙着抢收干活，都是年轻面孔。带头的陈明岑大学毕业后当过领队，待过饭店，几年之后决定回家种田。就是好像收入很高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工作会很有前途，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不快乐。这个工作虽然它好像看起来很辛苦，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饭，其实这是很根本的事情，对，所以你会觉得很踏实。陈明岑分享的踏实是学到善待土地和环境的方式，不用农药，不除草，不用化學肥料，就让作物适性生长。我们原则上是让它慢慢成长，所以它风味比较强。黄先生每周在本地陪你生啊，吃得安心，也可以和别人分享。邱元璞因为研究计划认同有机种植而加入，另外还有跟着陈明岑实习决定留下来的大学同学，但毕竟才都20多岁。父母难免质疑，这能赚到钱吗？爸还是会问说：“你真的要在那里工作吗？”就是每次回去他都会问我，然后其实我内心是很难过的。年轻人彼此鼓励，一下子又破涕为笑。早餐桌上吃的都是自己耕种的，也更能体会粒粒皆辛苦的意义。菜都是自己做的，豆腐也是自己做的。可以自给自足是陈明岑母亲的梦想。李旭清10多年前发现，要找无毒的蔬果吃素不容易。和理念相同的伙伴在苗栗买地，力行生态农耕、自然饮食，也陆续在桃园、宜兰做有机村的推广。不管从我们的心到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可以启发别人的道德良知。其实我们是很快乐的，我们是很富足的。对环境发善念的种子，持续发散给农民，也在下一代身上看见萌芽。理想家园该是怎样？年轻世代加入了有机生活、永续农业的推广，他们觉得是快乐的，也希望吸引更多人认同与实践。安心室，每做的本调偏饮室；安心室，每做的本调偏饮室。